日前，台南才封一个货柜的往来销往日本，13号市长委托为了饼来销，嘛早山上往来以及12间农会农特产从北到邦桥来行销。为着黄市长卖力的促销，加上新北市长侯友宜小听，结果一个早啊84段往来全部卖完，南北县市彼此交流，成为农业上好的示范。40农业500箱，市场的超甜，让大家都为你全力。1007了，1007，搁加一个300，搁好多。我加一个300，到2000，进来。来，多少？300，2000箱，好了。谢谢黄伟哲市长为我们台南市的农民来农产品来拍表，所以我很感动。那新北市，我是南部孩子来的，我完全可以感受做田人的辛苦，做水果的人的辛苦。这个辛苦，咱一旦讲到3天，我们都不用客气。尤其在现阶段经济碰上很大挑战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更要尽一份心力。只要新北市我能够多帮忙，我都愿意热情的伸出双手欢迎大家。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台湾最大的都市新北市，而且跟最优质的消费者新北市民来做一个高培哈，来交配一下，那能够把我们从台南带上来的84吨最好吃的甜蜜蜜凤梨哦，能够销售一空。感谢我们板桥农会，还有新北市侯市长，还有许多各个农会的代表哈，他们都是非常热情的。那可以说刚推出来，大家就争相采购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其实很多不管在生产力、在消费地，大家都是一体的。农民把最优质的凤梨给生产出来，然后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最优质的凤梨。因为来到邦桥有这么好的销售成绩，互黄市长更加有信心，未来将到更较侪城市进行交流推广，互全台湾消费者拢当品尝到台农16号甜蜜蜜的往来。东港台南各大农会对咱提供冬季上市的往来，嘛举办展售活动，将优质的农特产品对产地直送到活动现场，不止达到产销平衡，提高农民的收益，嘛互消费者食得安心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